爆炸，欢迎收看3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看，昨团讲玉山有2个山友滑落去山坎，去互石坎掉咧。家属真紧张，伫咧面册铺文讨救兵。就空勤直升机昨要暗暝为空中有找着人，不过因滑落的所在有380公尺深，无法度甲因吊起来。今仔日会继续救援。2个民众一男一女去爬玉山，那像是滑落去山坎，去互石坎掉咧。目前有4个消防员甲玉管处5个搜救员做伙救援。玉管处嘛普文呼吁山友莫互天气骗去啊，因为这3000公尺悬的山，即使开始咧扬，会搁较歹爬。提醒民众要爬山，一定要准备好万全。台中清水有一栋6层楼悬的公寓，5楼甲6楼伫咧拜六半暝放起。加在这2个站楼拄好咧施工，无带人，所以无人着伤。那公寓内底34位住户是紧急撤离，其中26个人安置伫咧旅馆。台中市府甲建筑师工会、土木技师工会去现场勘查，初步判断这栋是海沙厝。大楼的住户赶紧疏散，警方也到现场将封锁线围起来。台中市清水区中兴路这栋公寓，离日透早点外钟，5、6楼熊熊放落。有住户当时伫咧困，互惊精神，赶紧走出来，加在是无人员伤亡。坍塌下来啊，轰隆轰隆隆，这大声啊！好像地震这样啊。我咁样好，我现在出，我有够艰苦的，我即马咧找厝。台中市府民政局协助大家楼层的住户总共13户，34人撤离，其中26人安置伫附近2间旅馆，暂时会先住10天。日下晡也短暂开放住户等于厝提这个生活用品。根据东发局调查，这个公寓起这要50年啊，1楼到4楼有住户，5、6楼当年无完工，所以讲无外壁，也无住户。验过建物的使用执照范围，也过来进一步来调查。得去厘清他目前的居住的范围是不是都在原来的建筑许可申请范围内。如果不在原来建筑许可范围内，就第一个，它就是属于违建。违建里面有相关住户的。第二个，它违建的部分的话，是否涉及到公共危险？我们看的是蛮大片面积的钢筋生锈，然后钢筋生锈它会膨胀，不会造成糊土剥落。它这个普遍的现象在海砂屋都会这样子，所以蛮大面积的现象的话，那一般应该是海砂屋的机会蛮大的。放落5、6楼已经形成一个 V 字形，也有真侪大地阿木土地落伫土骹。都发局甲建筑师工会以及土木技术工会入去公寓勘查，发现天棚甲条仔这阿木土拢邦邦落来啊，内底铁基拢现出来。初步研判是海沙厝的机会是真大。礼拜开始来移除这个放落所在，也来村内建筑部后续是毋法度经由补强继续大，也来详细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大同大礼步道，去年4月大地震过，都无搁开放啊。不过消防局却接到报案，讲有一个工人使怪手摔落去80公尺深的山坎。消防局是联络空勤总队派直升机，用吊挂方式甲人送病院治疗。工人倒伫涂骹，先接先用雨刷黄掉咧。虽然相片有用马赛克处理，不过意外会当看到面有血。空勤总队接到花莲消防局的联络，透早前往花莲秀林的大同大礼步道，接近中头的时，以直升机吊挂的方式，甲一位驶乌托机摔落大约80公尺架的工人紧急送病院。伤者高处坠落，且头部有大撕裂伤，右胸及骨盆疼痛，多处外伤，需立即救治。并联系空勤总队，请航空器协助救援。地面搜救因为道路断去，需要驶路超过4点钟，所以消防局请求直升机来救援。对起飞到送到停救护车的所在是无到40分钟，落尾才由救护车甲伤者送去主治病院。那个人咧施工的大同大礼道路，是对去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一直封锁到今。这个是在国家公园的步道吗？算是我们辖区。请教一下，他为什么要去那边做施工？灾区抢修。前一日暗头花莲火车站头前计程车乌白龙的事件，上新的画面显示，计程车的正手头前原底有2只机车，不过计程车完全无减速，先弄飞第1台，再搁弄到第2台，弄的力头是真大。机车是连车挂人，互弄飞到火车站头前的花园。虽然车内是有闻到酒精味，不过目前初步是排除食酒塞车。经检察官核发强制血液采验，抽血检测之后，
酒精反应为0。这位计程车司机特别70岁，不过警方调查了后，伊是有合格职业驾照，目前已经完成手术，由原力昏迷，也未脱险。另外4位伤者是无生命危险，肇事的原因搁咧调查当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日这报纸写啥物？带乡亲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国内身心障碍者有123万人，不过有6成照顾者已经超过50个月。卫福部有公布身心障碍者双脑家庭未来照顾计划，每年实行的长照3.0嘛积极发展社区共融，未分照顾对象，保障大家在地安乐。再来看联合报，国军今年要成立第1个关会机构，打算明年推出3军会议计划，确保军中会议供应稳定。不过，会议基金会表示，这军人关会量是占要5%，若准建立特级会库，恐惊会分散这关会量。再来看《中国时报》，中华职棒这开幕战剩1礼拜，拜六中信兄弟甲乐天桃园伫咧大巨蛋的热身比赛，成18000多人到场。另外，教练曾浩区讲愿意接明年经典赛总教练。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刷落来会和球团来直接。政治消息：全台大罢免，拿立白拢去地方宣讲。行政院长杜英泰带行政团队去到花莲，爱大家斗阵排除民主的障碍。若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带立委去苗栗，批评民进党想要透过大罢免打击在野党。大家都站起来！支持者举票据旗啊！民进党立明是头家正式宣讲会，日由行政院长杜英泰领队来到花莲，直接来到国民党团总调部分区的选区。其中立委会主委邱瑞正是头一摆落乡开讲，也拿杜英泰是强调是甲上强的阵容放伫花莲，也讲到政府继续伫做花莲地动西后的重建甲强化观光。不过伊也讲爱大家排除民主障碍。咱不仅要排除阻碍咱发展的障碍，咱要来将花莲排除台湾民主的障碍，排除对国家持续发展的障碍，我们用力把它排除掉。反恶霸，护民主，爱苗栗。现场民众在喊口号，对着大罢免，国民党也启动反制。党主席朱立伦日率领国民党立委来到苗栗举行反制污名政策说明会，加反恶霸誓词大会。大天被连署罢免的泛蓝立委柯定君、陈超明，朱立伦强调，立委监督有诚实执政，批评民进党只是要经由大罢免，甲在野拍赌。行政院今天还在各地搞大罢免，就是要斗倒在野党。这个是关键的时刻啊！我对苗栗县有信心，一定可以挡住这一次民进党的恶霸。那国民党、民进党落乡，民进党也启动人民要当家宣讲。头一场23在新北棒球场场，强调宣讲目的不是处理大罢免，而是要突破执政党政府违法乱纪的白话话。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连续落乡，讲述理念有了条约攻防会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地检署2023年侦办一个诈骗车手案件，查到集团开加密货币实体店咧诈骗甲洗钱，拢总有上千人受害，这诈骗的金额嘛超过30亿。花莲地检署20总结，甲姓周的主嫌等17个人起诉，其中3个主嫌获检方求刑20档。高庭警员近日这间虚拟货币实体商店，下令现场的人放下手头的物品，配合调查。花莲检方2023年调查一桩投资诈骗案的时，发现姓周的男性是甲诈骗集团合作的个人的货币商，后来家己开公司，带爸母、小弟个女朋友做伙扩大经营。周姓父子在全台各地成立数家虚拟货币实体店面，借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及进行揽客，且诈骗机房亦会引导被害人至周姓父子等人所经营的实体店面。检方调查26岁姓周的男性，2023年先加盟某一间实体货币店，学习相关的流程，再个以老爸名成立实体货币店，唔但骗被害者到泰达币实体店面交现金，也接受其他诈骗水房卖货币来洗钱，而且为着让被害者信任，搁伫店内打防诈骗的宣导海报，赚取了大量现金。除购买豪宅外，并借由物流公司
移转至他处，导致与检警难以追查。检方表示，去年初陆续有被害者报案，包含学生、同情的病人、提土地抵押的投资者等上千名的被害者，诈骗的金额是有31.2亿遮济。分林地检署20侦解，以违反洗钱防治法、加重诈欺等罪嫌，起诉主嫌姓周的男性，佮伊的老爸佮老母等17个人，并且对姓周的男性、水房带头的姓刘的男性、负责物流的姓尤的男性等3名主嫌，具体求处20年的重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天主教教宗彭济国自2月14，因为这喘气袂顺，送病院以来，拢咧住院治疗肺炎。这个月23总算是要出院啊！教宗目为病院的窗啊，向信众下手致意，这是伊住院以来头一届公开现身。伫这几年来，身体健康正受大家注意的88岁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自2月14，因为呼吸困难住院了，教廷定定公布伊的健康状况。即马传来教宗就要出院的好消息，医疗团队讲伊会登记返地工，至少休养2个月。The Holy Father, at the time of his admission to Gemelli Hospital, presented an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due to polymicrobial infection, viruses, bacteria, and mycetes, that resulted in severe bilateral pneumonia that required a combined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住院大约5礼拜以来，教宗方济各一直甲双边的肺炎对抗，经历过呼吸困难甲感染等病情，恢复短暂的自主呼吸。在此之前，伊就因为脚豆腐无啥爽快，跋倒几落病。不过只要身体状况会使，方济各就会随转去工作，主持弥撒祈祷加祝福活动。Vorrei dirvi una cosa, vi chiedo scusa perché vi saluterò seduto, perché questo ginocchio non finisce di guarire e non posso essere in piedi tanto tempo. Scusatemi per questo, grazie. 教廷讲，方济各会伫个礼拜自病的窗门向信众下手致意，并且献上祝福。这也是伊住院以来第一遍公开出现。因为自2013年3月上任甲担，方济各总是无休困的处理公务。伫即马确定病情较好，也互信徒较放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公布美军第6代新型战机 F-47的图片，讲已经偷偷试飞5年啊，未来会配合无人机作战。另外有媒体报讲，这马斯克要去国防部听作战的报告 ，Trump 是讲无这落代志，讲伊要甲机密的文件等互生理人看。美国总统川普第2日宣布讲，美国空军当咧建制第6代新型战机 F-47，超过2000亿美金，大约代表6598亿的建造合约是由波音公司得到。川普讲 F-47会是世界第一，因为伊有上强的杀伤力、上好的性能、上先进的运行技术，而且 F-47实验机早就秘密试飞将近5年。因为川普是美国第47任的总统，外界联想讲这是甲 F-47的名有关系。不过川普强调讲，这是将领算出来的名，47是一个美丽的数字。另外，川普表示 F-47会伫伊的任内投入生产，并且成立机队，甲世界第一种量产的第5代创形影的战斗机，造价3.5亿美金，大约代表115亿的 F-22相比 ，F-47的成本会搁较低，也是互美国继续有空中优势的战机。川普讲 F-47会当配合大量的无人机做伙出动来作战，协同的数量是爱偌济就偌济，而且未来无排除卖互朋友。Our allies are calling constantly. They want to buy them also, and certain allies will be selling them, perhaps toned down versions. That's because someday maybe they're not our allies, right? 针对《纽约时报》第2早报道讲，马斯克会到5角大厦听美国军方可能甲中国爆发战争的作战计划简报。川普反驳讲这是假报道，并且表示无希望甲中国有开战的可能。不过，若准真正发生，也有充分的准备。But certainly, you wouldn't show it to a businessman who is helping us so much. Elon has businesses in China, and he would be susceptible, perhaps, to that. 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也强调，马斯克是创新者，欢迎伊到国防部讨论甲 Doge 有关系的议题。公司新闻新路陪朋友。
镜头转来到国内，为着要提升国家民防，内政部正咧培养民众真侪防灾师，希望伫咧今年达到10万人的目标。长期关注民防基地乌坎学院就办演练，互学过民防课程的学员模拟出现大量伤患的状况，知影要安怎来应对。发现骹腿长期的伤者，赶紧提出指挥大绑咧大腿，尽复原。四界拢是受伤的人，无遇大量伤患情景的时，要安怎应对？这是乌坎学院办第5届的拿出行动演练，互学员实际应用民防课程学到的技术。因为我们台湾是地震带嘛，其实原本防灾训练原本就该做，民防的风潮起来，想说本来该做的事情就顺便做一做，这样不管有没有战争，其实本来都该做了。我们是文山区的一个民防自训团体，我们平常就有在做基本的急救训练、野外求生。我们平常训练的话，人数是比较少，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么完整，细节也没有办法顾虑到那么完全。然后黑熊学院的蓝雀行动师把整个灾难救助的细节、急救的细节做到比较精致化一点。乌坎学院表示，这摆有120个学员参与演练，是5届以来规模上大的。因希望透过课程甲演练，增加民防的能量。那未来拄到灾害时，就有自救，而且帮助别人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复合性的灾难，不单是只有战争啊，其实在地震、台风，以台湾这样子高风险的国家，这些训练都是在平常里面有备无患，然后希望能够去使用的。为了提升民防的能量，内政部这阵也来扩大防灾师的训练，希望在今年达成10万的防灾师的目标。乌坎学院建议政府通参考日本来修法，亲像规定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受训练，成做防灾师，帮助达成10万人的目标。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国防部举办的北部高中职机队初赛，昨伫桃园起果，拢总有12队竞争。落尾是英高商工、北科附工和中景高中摕到前3名，接落来要拼全国的机队决赛。空中炮程精准地接到，一个正精锐动作，互人讲是国家门面的陆军机队，甲负责总统府头前升降机的陆军乐队合体表演，为活动献开序幕。民众讲，正罕有机会会让现场看到陆军乐仪队的表演。大概一天会训练到5个多小时，因为这都是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东西，所以在学新的事物上面多少会有一些受伤，但是还是靠自身的毅力去坚持下来，到可以上场。陆军一队变得比较轻快一点，而且还是很有魄力，表现得非常好。高南队的灰色洗练操程，全场的观众欢迎热烈的呼啊声。3月22日，咧桃园艺文广场进行的是由国防部办的第8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仪队竞赛北部初赛，有高中职12间学校队伍共场竞赛。他们表演的蛮精彩的，然后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平常看不到的，这样很棒啊，都很厉害啊。怎么说？都表演得非常整齐，很有气势啊。初赛结果前3名是英国商工、北科附工加庄景高中，将会晋级全国仪队决赛。活动现场也安排真侪丰富趣味的全面国防大会，包括紧急救护、微波弹处理、地震线具等军事活动，让民众体验国军官兵普通时的训练甲装备，更加了解国防事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捷运的新技术，用无人机自动巡检，影像自动回传予 AI 即时检查铁轨路的状况，减少人力的成本，嘛较安全。伫轨道内面操作无人机，建模了就能互这台计小30班有6粒镜头的无人机负责巡视轨道。无人机沿着轨道甲机杯，也甲影像传回来，用 AI 了解崩坑内情形。透过这个计划完成了建模，然后之后我们就是捷运公司捷运公司的飞手就依照了这个方式，那进行这个所谓的日常检修的这个所谓的飞行，然后做影像后台的辨识。高雄市捷运局甲无人机运用伫咧捷运的顺轨甲桥梁检测，用 AI 自动巡检的功能执行普通时或者是在后的巡检，真方便也真安全，危险度降低很多。那就是说过去要人工这样亲自去走这些桥梁，或是说隧道、
必然有它的一些风险在啦。台铁或者是高铁，它本身上面有电力线25000伏特，它很容易在风吹的情况下，在不稳定，有可能会感电，导致整个无人机会有衰落的条件。学者认为 AI 无人机运用伫咧集运系统方面是无啥问题，只需要考虑会当遥控的距离加飞的时间。不过，若是要运用伫咧台铁或者是高铁顶路线，就要思考到高压电线的问题，要特别注意使用上的风险评估，也有防护的对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年到达，猪普拢维持1公斤90块到95块。农业部表示，国内猪条因为设备的翻新，这饲猪量减少，加上饲料的成本加悬，目前的猪普是反映饲猪的成本。台北市一早天气好，袂少人来到菜市啊采买。毛猪价小为旧历年过了后，一度20公斤超过90块的价位，比起过2年前是算悬。不过消费者大多拢感觉会当接受。你有感觉足贵的无？什么东西都贵，我没有常常吃啊，不会啦。我是不会觉得啦，你再怎么贵的话，顶多是多个10块、20块、50块，好不好？1斤差不多多个50块，不可能嘛。根据畜产会资料，前一天全国毛猪交易量来到24000多只，拍卖价小超过10公斤95块，苗栗肉品市场更加冲破10公斤98块，逼近100块的大关。农业部表示，国内部分饲猪场更新设备，饲猪量减少，再加上饲料成本提悬，目前一直咧监控猪价，搁伫合理范围。我们认为合理的猪价是90到95之间呐，因为成本变高，猪量变少，所以这2年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饲猪协会表示，冬天猪仔囝育成率低，疾病多，饲料成本对着乌俄战争了后起较大，加上新式饲猪场标准严格，猪价来到10公斤90块，对因来讲只是补贴工钱。那无个压低的空间，压低了就袂趁，无趁钱啊，饲猪就无趁啊，都过来就爱了啊，系啊。清明节特别到啊，猪肉价小敢有可能搁起去哩。饲猪协会表示，清明节的猪肉需求通常袂非常悬，应该是搁稳定。农业部表示，饲猪团体对市场高度敏感，若需求量增加，会加强调度来平稳市场。公司新闻林俊梅配合做台报道。新竹县尖石乡甲五峰乡，因为自然环境丰富，日本时代是台湾真重要的林业发展区。为着要互更较侪人知影这段历史，尖石乡的原住民文化馆有特展，叫大家做伙来看竹东林业青叶时代。透过人工甲基具，甲茶壳固定好势，利用流笼准备甲茶壳对尖石送去竹东，这是过去尖石林业珍贵的影像记录。新竹县尖石竹东地区过去因为多元的天然资源，在地人的收入主要拢是靠采茶、运送茶壳。也主要是以木材、以香山，然后场外的贮木池，然后用来存放木材。那我们坚持乡呢，主要是以锦屏、纳罗、天达纳为储放场跟他们运送的场域。那这边这个图片是我们锦屏4号。这是幽笼，他们早期就是从这个山头到这个山头，他们会利用幽笼来运送他们的木材。新竹县林业自日本时代开始发展，过去捌是台湾3大林业产地之一，主要木材来自五峰乡甲尖石乡。迄时阵拢是透过流笼的方式送茶壳到竹东，也带动沿路的发展。佮加上竹东地区有林业、天然气、阿蒙土、玻璃等等产业优势，会当讲伫台湾发展历史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早期在日治时代呢，我们在尖石地区呢，在日本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开辟了一条这个我们叫做横龙山的爱永线。那以后呢，就开始了我们的整个竹东林业与这个尖石山区的一个整个一个林业的一个开采的一个历史。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策展呢，了解过去林业的一个兴盛的时代，它整个兴衰的一个过程。这个5人透过伫尖石乡原住民文化馆举办的林业特展，除了让民众更加认捌在地历史，也甲林业人辛苦的生命故事分享给大家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做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1度到27度，
中部地区11度到28度，南部地区12度到28度，东部地区13度到25度，外岛地区12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